热天到秋天，香港里的胡椒喷雾、甲催泪弹、甲棍棒交叉的冲突当中，当咧发生一场跨世代的抗争。违反送中到正民主，到底安怎影响到香港人的命运呢？广告转来，咱继续来关心。就是香港人其实一直活在一个政治上没有办法让他们自己决定的一个地方，最终指向的就是这个2047年，就是所谓的50年不变。 到最后终究要结束嘛？那结束了之后，这些人这个何去何从？欢迎乡亲继续收看《华视台语新闻杂志》，继续要来讲香港。为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拄着真侪社会甲经济难题，譬如讲收入无平均，好业产差真多，再加上土地真下人真多，厝价来飙起，有超过20万人拢是住伫个无够2坪大的。 因在地人所讲的劏房，居住的环境甲生活品质拢真歹。香港有不少的少年人对未来是茫茫渺渺，对中国无认同感。在这款的氛围之下，香港政府讲硬要来修订逃犯条例，嘛无怪会来加深着部分的香港人甲中国政府之间的无信任。反送中了后，香港要安怎继续行落去？ 这个一国两制敢是破功了？继续来看咱的报道。现在路都没有，怎样打算呢？所以我叫我儿子现在拍拖谈恋爱，不用那么早啊。 所谓的50年不变，到最后终究要结束嘛？那结束了之后，这些人这个何去何从？好，这就是我的家，啊，你们欢迎你们来。 房间门一个拍开，敢若1平外，这是604年九龙半岛深水埗的厝。地方太小，拐弯都拐不了。2个人进来，哎，你要等一下，我也等一下。连写信都困难，上顶的瓦壁较大，这个面床离房间门敢一步尔，分做顶下铺。604甲因某困下铺，脚边有一台电视，顶铺是放一寡衫裤甲物件。 这是面条。电锅放伫边的册桌仔顶，敢若使简单煮物件尔。对有空间就用来晒衫裤。未少香港人拢甲604同款住这款厝。没有隔音。所以你们感情很好，都不能吵架，对不对？因为隔壁会听到。对。 1950年，香港经济起飞，这款房仔隔间的厝开始大量出现，一般都是中下阶层外来劳工伫租，厝主将每一户用房仔隔出真个房间伫出租，也就是台湾即摆俗称的雅房。便所甲灶骹公共空间拢做伙用，伫寸土寸金的香港，每一间的月租竟然要2000块的港票，相当是新台票8000块。这如果不困难的不会住在这里了。 你又是打工仔，我也是打工仔，不是一般，有多少钱啊，有一点家财的人都不会住在这里的。70岁604少年的时，伫茶餐厅做西点的师傅，就住了这款厝。退休后想要申请公厝，也就是社会主体，验过无够申请，至少要等几啊年。要等。 4、5年啊，5、6年咯，等好久了，太多人申请了。香港这个为了这个房价问题，就是脑筋花的多少，这个也解决不了。过几条街，李太太住在2平外的厝内。我天天都是在家里吃的，外面的东西很贵啊。 想要开冰箱提青菜，伊都要先将物件刷开，才有法度开始做暗顿。
伫灶脚内面焖菜、洗菜、炒菜，不过其实伊是偏臭味伫煮饭的，因为灶脚边啊就是便所，灶脚便所强中，甲后生两人起冤家，这是平常的代志。我在洗手间，他要去冲凉，有时候赶时间嘛，那没办法，叫他等一下了。他会生气吗？有一点点啦。无惊两个人住伫这个窄小空间内，生活真无方便，更也免讲采访团队摄影记者，想要挑一个角度摄影就真困难。房间内嘛无其他的电器。如果现在分那个功夫给我，我就第一时间就是买10支咯。摆到公厝是李太太最大的梦想，要过申请人数超过25万，想要搬入公厝，也有一段真长的路要行。今麦这间厝一个月租金要4000块的港票，等于是新台票16000块。若是后生结婚，一家伙3人要安怎住？现在屋都没有，怎样打算呢？所以我叫我儿子现在拍拖谈恋爱，不用那么早啊。汤房的汤是广东话，也就是破开的意思。台底时将底抬好了后，佮将腹肚破开。汤房就是将这个厝变做一间啊一间搁较细单位。伫香港有超过20万人住这款厝。买屋子啊，想都不敢想啊，没有这个钱。在香港还有俗称这一种棺材房的房型，大概呢就是一个单人床铺的大小。如果像我163公分躺进来是刚刚好的，但是如果超过190公分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躺平。大环境真歹，敢会使住一个尔。伫香港2人区的中环、油麻地等等所在，观察厝的月租金甚至要3000块的港票，相当是12000块的台票。近几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也有不少。可能有大学的学历的人也进去这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真的租金很贵啊。香港居住悲歌知识上演，美国不动产商报告显示，香港平均厝价差不多是新台票3782万，是世界第一。香港人平均月收入较无新台票67000块，年薪也较普通的，敢若使买到1/3平。楼价除了这个供应量比较小，重要是外面的资金很多是内地，他很多贪官贪污的资金进来，将我们的香港的地产买起来，所以在我们香港的年轻人就没有希望了。好野山差真多，再加上薪水拢无起，根本无法度负担高厝价。房屋问题无法度解决，种种经济社会困境，拢变成香港繁荣的背后挡袂住的负担。互香港的少年人对未来更加迷茫。主权移交后，政府无法度提出解决的办法，嘛加深香港甲中国的对立。香港人对中国无归属感，起因伫1842年头一摆鸦片战争，英国占领香港。中英双方签订《南京条约》，香港岛被挂予英国。1898年，英国再进一步向中国租借新界甲230亩的岛屿。1984年，中英签订《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制定香港基本法，实行一国两制，保障香港50年不变。不过，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经济大幅度成长，对香港依赖度降低，加上政治介入的增加，香港人愈来愈烦恼，会失去本来权利甲自由。对中国的矛盾甲对立愈来愈深。2019年6月，香港大学调查发现，18岁到29岁受访者将近70%认为家己是香港人，是1997年回归以后最悬的纪录。相对自称是中国人的，干那0.3%，这是1997年以来上介低。在这款的社会气氛下，特区政府推动送中的条例，遂变成抗争的导火线。当抗争延续规个热天，嘛，互观光大月变成寒冬，有30多国对香港发出旅游的警示。
香港政府公布8月份访港的旅客减一半，干那250万人次。7月份整体零售业败11%，连续败6个月，旅游零售业上届惨淡。SARS 2003年的时候更严重很多。我的子女在酒店做的，他是在5星级的，通知他要每一个星期放1天的无薪的假期。一向给人购物天堂印象的香港，现在旅游市场受到重创，而且经济也备受关注，因为港股持续的下挫，现在就连金融中心的地位恐怕也都不保。港府再公布2019年头一季的 GDP 经济成长率，比去年同期成长0.6%，是最近10年来表现上歹一季。第二季 GDP 经济成长率敢若剩0.5%，更加疫情2019年规年是零成长。不少外资嘛表态，香港前景堪忧，无人同感。加上经济愈来愈歹，出走已经是无法度避免的代志。33岁香港人Nelson对香港的未来真悲观，伊计划2年后找到另外一半结婚，伫台湾落地生根。我真的不知道以后香港会变怎么样，本来就要生存嘛，要找地方生存嘛。介意台湾的民主生活，敢若1月到8月，Nelson 就飞来台湾2、3摆。有移民到台湾这个想法的人，唔那伊一个人尔。稳重伫香港饭店地下室，较无20平会议室，坐几百人，真专心咧听主持人介绍台湾。2013年前，港澳来台湾居留登记人数差不多是3000人左右。2014年雨伞革命后，创下历史的新高点，8203人。这摆反送中1月份到8月份，已经累积到3137个人。一年增加量超过3成，香港老中青3代拢想要离开香港。香港的历史告诉大家，你没有真正的国格，没有真正的国防，没有真正的民主，一切的自由都可以随时化为泡影。我想不幸吧，大概我觉得其实就是不幸，就是香港人其实一直活在一个政治上没有办法让他们自己决定的一个地方，最终指向的就是这个2047年，就是所谓的50年不变，到最后终究要结束嘛。那结束了之后，这些人这个何去何从？几百人用手机灯光响应网络DJ的，伫各地唱反修例国歌，愿英光归香港。香港回归以来，民主街头上大的抗争反送中运动，和港人治港的一国两制受到严格挑战。嘛显示几年来种种累积的问题拢逼出来。在这个上歹年代，正上演一波一波激烈、无安定的抵抗繁华激进的东方之珠，伊上文什么时阵才会复原？再迎光辉岁月，香港的少年世代行在关键的12路口。